那你在出版社是可以当 editor， 但是 editor 不一定是出版社才需要，每一个公家机关、每一个学校都有 editor。比如说学校不是要编那个学报期刊，是不是也需要编辑？还有公家机关，每一个公家机关的公文都需要有人去论事啊，这个也都是 editor 的工作啊。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各部会的那个部长也好啦，次长也好啦，那些公文难道他自己写吗？不会吧，啊，所以都是秘书啦，都是这些编制内的编审人员在写。即使这个主管自己写了什么东西，也需要人家加工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，或者机构的理事长啊，或政府的那个发出来的文字，基本上比较不容易出现错别字，对不对？如果出现一两个错别字，记者啦或媒体大家就会哇哇大家跟着批评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这些文稿没有经过人家编辑就发出来，那问题一定更多啊。我们只要看看自己写的日记、写的信啊、写的报告，或者同班同学的任何别人你拿来看，我们通常都会看到很多用词用字有问题的地方。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用的就无所谓，可是你如果要发表的，通常就是要品质更好，所以这些都是编辑的工作。所以编辑不限于出版社，就是只要需要文字、需要发表的那个的东西，都需要编辑加工。那另外还有 copy editor 的工作啊，这个职位，大家知道什么叫 copy editor 吗？copy editor 就是那个文字编辑，他的文字的功力要比别人更好，所以他是中文我们叫改稿编辑，就是稿子来了以后，你还要再加工。比如说，台湾出版社很多，那出版社接到作者的稿子，他是直接就出版吗？当然不是，要编辑先看过，觉得可用的，就接纳。接纳以后，可能还要半年啊、1年的时间再加工、再论事。那这些主要就是 copy editor 的工作，因为 copy editor 如果他的中文、英文要比别人好一些，所以如果碰到翻译的问题，他要有能力看出翻译哪个地方是不是犯错、翻得不太好。那如果纯粹中文，他也要看着典故啦，或者文字用的地方都需要去论事修改啊。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举一些例子。那当然也可以看出版社，也可以做主编，这些都是 publisher 的工作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个，我们刚刚讲一个 copy editor， 然后这底下还有一个 copywriter。什么是 copywriter 知道吗？台湾的各行各业，只要涉及广告的，比如说你要卖房地产、卖商品、卖食品，是不是就要登广告？登广告是不是要有人去写文案？所以 copywriter 就是那个文案的那个撰稿人，专门写广告。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，靠文字来赚钱的有2种人，一种是什么？作家。但是作家不一定真的能够赚钱，有些作家其实他还是要教书做别的工作，作家是业余的。但是真正靠文字赚钱的，而且可以赚到很多钱的是 copywriter， 就是在广告公司、在报社帮人家写广告词的。写广告词，有时候套句黄春明的话，就是专门在靠文字在骗人的，对吧？写的让你很动心，就想买啊。那台湾那个写文案最有名的、赚最多钱是谁？知道吗？吴念真，对不对？他写的广告就很多人就想去买那个商品。那他的广告为什么很动人呢？因为文笔好，有想象力啊。所以这2个，还有对商场的敏感，
这个结合起来。我们有很多文字很好的人，可是他欠缺这种创意跟对商品如何打动消费者的心，可能不了解，这样可能也达不到目标。那也更多学商的人，可是文笔不够好，也不帮我做这样。这个是需要几个条件结合起来。那也可以做 agent 就是做代理人啊。那我们常常听到说啊，电影明星、歌星他的经纪人，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经纪人。比如说运动员，一个运动员他要去日本或者韩国或美国、英国打4场，我们的运动员英文有那么好吗？日文有那么好吗？往往不够好，所以需要一个经纪人。所以这个经纪人他的如果要把这个要把那个王建民也好，要把谁把他介绍到美国的哪一个球队去跟他签约，他的英文一定要够好，而且对商场、对球场的动态、对行情、对法律、对合约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啊，所以才有办法把这个球员签出去啊。那除了球员以外，还有美国的出版社、英国的出版社，还有美国、英国很多好的商品。它有一些东西很畅销，像那个如果是说那个 iPad 啊或者 iPhone 这种，它当然不需要经纪人，因为它已经自己就有在台湾有管道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出国，你到日本、到法国、到德国，一定看到有很多法国很好的产品，或者英国很好的产品，德国很好的产品，台湾还没有上市，人家还不知道。那你如果要把它引进，你把它介绍到台湾来，你就是他的经纪人，你就可以赚佣金。那你要把他的商品引进到台湾，做他的经纪人，你一个条件呢，你的外文要够好，你对台湾的商场要有了解，你能够做市场分析，还有你引进台湾，你要有合适的对象，你要有管道。那你如果愿意朝这方面努力呢，那你就可以做经纪人啊，做 agent。那你也可以，你如果中文外文都好，你可以做译者、翻译书。那翻译书不只说从外文翻成中文，也有中文翻成外文的。那中文翻成外文更怎么？更具挑战性，对不对？更困难。那我们在台湾，我们往往学英文、学日文、学外文，只想到说通过考试，通过考试那个还不够，你要真正能够应用。那以往我们有可能比较现实一点，说，哎，我只要考试考过就好，然后或者说别太计较说考试考不考，所以我们以往我们在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些社会上的太功利、太现实的一些想法啊，其实就对于我们培养语文的实力呢，就不是很正面。我们学任何东西呢，其实不应该去那么功利的分说考试考不考，还有有没有用，因为到底有没有用呢，不是你现在能够清楚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在求学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尽量去学习，不要管他说现在考试考不考，或者现在用得着用不着，只要你有兴趣的，你觉得有意义的，都应该尽量去学习。也许现在用不着，3年5年以后用得着啊。那我们迅速看一下啊，比如说你可以做编辑，可以做改稿编辑。比如说你看这样稿子，往往我们看到的书都是成品，但是在过程里面可能都要改得密密麻麻啊。那也可以，你可以去做企划，做出版企划，是做发行人、开出版社都可以。做企划不只是出版社，你到任何一个公司行号，
任何一个机构都要，甚至你在学校的社团里面，你都要有一些案子做计划。还有特别的，现在的社会里面，计划能力就是显得很重要。譬如说，我们所里现在办这个活动，要跟这个云嘉地区的那个劳工就业辅导处申请款项办这个活动，这个都要写计划，而不会说你打一个电话说我们要办一个讲座，他就给你钱，不行，你要写一个计划，所以要像这种计划能力，那计划能力就是牵涉到我刚刚讲的，就是说你的文字的能力啊，还有你的想象力啊，组织能力，还有安排事情、找人来参加活动的能力啊。怎么去设计海报，怎么去设计那个传单，怎么透过 email 来那个让人家知道，这个都是那个企划啊。文案撰稿人，就我刚刚有讲过啊，经纪人，也可以教书，也可以是翻译员啊。那刚刚我讲到的这个做翻译的哈，除了职业译者以外，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很多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做翻译的工作，不一定是职业译者。比如说，你现在你读南华宗教所，你有可能你的朋友或者同事，他有关宗教的问题的文章或报道，他可能要来找你帮忙，他想说，哎，你读宗教所，希望你帮忙他翻译，有可能从日文翻译成中文，也有可能从中文翻成日文，翻成英文，翻成泰文，或者巴利文或者梵文，不一定，看你懂得哪一种文啊。那还有就是说，我们以往以为说译者就是在翻译那个国外的畅销小说，现在其实从任何机构，只要大一点的机构，都需要有翻译的工作跟人才。现在政府以往比较不重视这个，以往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国际化，也没有跟国际接轨，可是现在每一个机关都发现说他们需要翻译人才，所以从那个4、5年前开始，现在政府机关都有那个叫什么那个，比如说大学毕业如果外文比较好，替代役的那个役男去做那个翻译员，在机关里面做翻译工作，比如说内政部啦、外交部啦、交通部，每一个部门都会有5个、10个，或者那个最多的是，例如说像阳明山公园管理处，他们就有几十个那个做外文的那个导览解说员，那很多也是那个英文比较好的那个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的，那在那边工作就是你可以多一些跟社会接触的机会，也多一些磨练语文的机会。像这些翻译工都是翻译有关的工作。还有，即使我们不是做职业译者，我们如果出国去考察、去旅行、做生意，或者参观买东西，事实上我们也都需要做翻译的行为，因为我们看到的，你到了韩国，你到了日本，到了越南，你是用什么语文跟人家沟通？通常我们大概不懂越文，所以我们到了越南还是讲英文，到了泰国还是讲英文啊。到日本，你如果会讲日文，你当然可以用日文跟人家沟通；如果不行，你还是用英文跟人家沟通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掌握、能够驾驭、能够掌握英文、运用英文，对我们来讲还是很方便。所以你在那个表达的时候，你用英文表达的时候，事实上都是在做翻译的行为。那反过来，如果有外宾来，外国人来，他是韩国啊、越南啊、印尼来的、马来西亚来的、香港来的，事实上我们也就是，如果他不会那个华语的话，我们也是用英文跟他沟通。那这时候我们事实上都是在从事翻译工作，所以我们
很多那个在从事翻译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自觉的。那底下我要提的就是我们在那个求学学习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养成这几个培养这一方面的能力跟习惯。一个就是全方位的文化素养，就是我们尽量多学一点。像在台湾，我们以往呢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读中文系，好像就不太想去碰英文；然后你如果读理工的，好像就不想去碰那个文科的东西。那我们应该摆脱这样的观念，就是说，我们读文科的，我们也应该多去接触一些科学的知识，多去学一些外文的知识。那这会占掉我们很多时间吗？其实不会，这是心态的问题。而且这个你的跨领域的知识越多以后，你学东西会越来越快。而且因为你是全方位的学习呢，你越不容易忘记，而且越可以融会贯通。所以我们不要自我设限说，我是读中文系的，我不要读英文；我是读历史系的，我不要读英文。那事实上，我们看看，我们在台湾最近这几十年来，一般的那个中文系的人呢，一般比较没有像民国初年有很多什么国学大师很杰出的那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后来我们这些学中文人，他可能就是外文都不强。但是我们如果看看更早之前，像民国初年的那些名学者，你像不管是那个钱钟书啦，或者是陈寅恪，或者念陈寅恪，像他们这些人都是懂得4、5种、5、6种语文。所以像以陈寅恪来讲，他懂巴利文，他懂法文，他懂梵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英文，他都懂。所以他的研究就很有成就。那像钱钟书也是一样啊，他的德文、英文那个法文、德文都非常好。所以比较容易融会贯通啊。那第二个我要提的就是说，我们要尽量养成一些逻辑思维的习惯，还有多多的利用科学的方法，这样我们的自学、我们的研究会比较有效率，而且将来可以在职场上能够派上用场。因为你的训练、你的学术训练，事实上跟你的职业训练是没有冲突，不是说我们为了就业要特别上某种课程。如果我们平常在学习的时候，你就有这样的习惯跟敏感以后，你将来在职场上就会很容易融会贯通，很能够进入状况。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就是增进对中文的理解跟运用能力。那我们不管学国文，好像就应付国文考试；学英文就是英文考试，比较忽略实际上的是怎么运用。所以我常常学到的，不见得是我们真正懂的。所以我们考试会答，可是我们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或者甚至是完全的误会它真正的意思。那我刚刚讲到全方位的，我就以这个为例子的，就是说以前我们就说学一技之长，但是像这个时代，你光是一技之长就不够，你应该是要跨领域。比如说我读宗教所，或者我读这个外文系，我应该也去涉猎别的领域。这样的话，就不止1+1等于2，而是1+1的平方等于4。就像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孔子有说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去多读诗经，读诗经的好处是起码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。那我以自己亲身的例子，比如说
我本来在高中的时候，我是想读中文系，所以我读很多古书啦，读了很多那个经典。然后到了那个高二以后，高一高二以后，我又想读历史系，所以我就去把那个从先秦史一直到那个民国史啊，就一步一步就这样读过来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到了高三，我发现说这样不行，我的英文不够好，中文我可以自修，历史我可以自己看书，可是英文我不能自修啊，所以我应该要到外文系我才能够学英文，所以我后来到了高三以后，我就开始转到要读那个英文系。那我的方法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就会想说，我读英文我就读新英文法，读句型，读单词。那我不是，我是觉得说，我应该多读一些英文书，所以就去买一些课外读物，一些简易的读物啦，一些名著或故事来看，然后看起来起码你不会觉得你去读文法，读那些句型，第一个很枯燥无聊，第二个对考试其实也不一定有帮助。但是你看那些那个课外读物呢，对考试有没有帮助，不很确定。但是起码你很愉快的读了一些小说、一些作品，就这样过去，然后自然而然，当然对一些文字、智慧在句子里面的那个你有一些印象。起码考试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文法原理，但是你凭你的印象，你可以答出来啊。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学英文，所以我进了外文系以后，我的英文不是全班最高的啊，我考了80几分，当然算是不错，可是还有人考90分的啊，100分。可是到了大一以后，偶然间我就变成班上英文最好的，因为我们的大英文老师是美国人，他每次上课上到讲到一个什么东西，如果不懂的时候，大家这么认，然后我就说哦 crocodile， 然后我就说鳄鱼，然后他讲到 hippopotamus， 我说如果大家都听不懂，然后我就说就河马，然后以后老师就叫我当小老师，就是如果上课同学听不懂，就说 Jerome， 你解释一下。那一方面就是虚荣，一方面也有荣誉感，一方面虚荣，就是说，哎，老师很重视我，所以我要先好好准备一下，免得闯关。到时候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叫我解释，我解释不出来，所以我课文都先准备好。然后老师也很好奇，说，哎，那你英文为什么比其他同学好？我就是说我就是读很多课外读物。后来老师就跟班上同学宣布说，其实学英文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胆阅读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还蛮幸运，我就是这样歪打正着。当初我就是不喜欢去读文法，我就是读很多那个课外书，就这样英文就虽然不是说考试考的特别好，比别人好很多，可是实力就比别人好。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原理其实也是一样，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。我想在座大部分同学都听得懂台语嘛，对不对？台语台湾版啊，起码大家台语都会讲得比我好啊。那我们学台语，我们有上学去学吗？也许大家比较年轻，你们读小学的时候也许有台语课，你们读小学有没有台语课？已经有了嘛啊？没有，有些可能有，有些没有。可是我们当年都没有这个台语课，我们的台语是怎么学的？即使大家有上过台语课，一个礼拜也只有1小时嘛啊，所以，但是你如果会台语，你是怎么学来的？其实就是听听就会啦，因为我们大部分，即使你有上过台语课，你总共读过的那个台语的课文或课本也没有多的，顶多1、2本。但是台语，我问大家，就是说，我们用手掌啊打耳关，台语怎么讲？还有像缺的，还有呢？
甲你扒，甲你显，甲你塞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有3个动词啊。啊，扒跟显有什么不同？啊，对，你很聪明，你的就对了。扒是这样，显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扒了啊，显就是反手啊。然后呢，塞了呢，塞是什么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通常是有点教训意味啊，就是说我用扒，我用显，但是没有说我用塞了。塞通常是你警告别人的时候才用啊，或者长辈这样。那你想想说，以台语，我再举一个台语的例子，台语好像蛮暴力的哈，打人的字眼就有20几个字。我们想想看，台语打人有多少个字？甲你扒，甲你显，甲你塞，甲你拱，甲你尖，甲你掌，甲你踢，甲你挑，甲你颠，甲你削，甲你输了啊，非常多嘛哈，比英文比那个华语都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怎么会呢？你想想看，踢甲掌有什么无同？你懂不懂台语？踢甲掌有什么无同？前后方向、上下方向。也是方向的问题啊。掌是怎样？它是由下往上，一个是由上往下，给你掌的，啊，踢落就是往上。那我们在台湾学英文呢，我们都是在分析文法。但是想想看，如果给你掌跟给你踢，我们用分析文法的方式来学台语，恐怕你就吓倒了，可能反而学不会，对不对？因为太紧张了，觉得太复杂。可是我们像那个 T 跟 try， 我们为什么知道它区别？我们不一定懂的原因，但是我们通常都会用。人家讲我们都会知道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讲得出道理。讲得出道理，其实就是像文法学家在讲英文的文法一样，那个道理往往都是很复杂。所以语言呢，你如果会用，比你会解释其实是更重要。会用就是你翻译的时候要会翻得出来，讲得出来，写得出来。可是我们在台湾学英文呢，是倒过来，我们往往在讲那些道理，什么修饰什么啦，然后哪一个是主词，哪一个是什么。可是真正常常课本第一句就错误。比如说我们初中的课本，以往现在当然改过来，以前曾经有35年课本一直都教错，都怎么教呢 ？What's this？ 然后什么 ？This is a book， 对不对？到了最近才改过来，改成什么 ？It's a book。你看，从 this 改成 it's 就花了30-40年。这很简，英文它是用，它在运用的时候，他在问你说这是什么？那你的回答呢，不能说这是什么，你要说那是什么，因为人家问你嘛。所以那个书不是在你手上，是在别人手上，所以你要说 it's a book。但是我们以往连这么简单，我们都没有搞清楚，所以你讲那么多文法，其实是没有用的，因为那个都是骗人的。如果连所谓的英语权威或英语教学专家写出来的课本，国立编译馆审定用了30-40年，一开始都搞不清楚道地的用法是怎么讲，所以光是讲那些理论没有用啊。真正的用是你要正确使用，就跟我刚才讲的说，扒个显个塞尾，啊个给你讲那个，我刚才还有讲一个给你挑了，是什么意思？也是用讲，就是扫踢哈，就像跆拳道这样跳起来那个旋转一下啊，像这样都是很复杂的。我们用起来，其实你要学它的用法，简单，你要去分析它的道理，
那我们何不直接学它怎么使用？我们学它怎么使用，就好像我们在看小说，在看报章杂志，我们就这样看呢，就那个，我们不需要说去管说它的文法结构修饰什么啊，那个是初学的时候或某一个阶段，你花一点点时间在上头，为了教学或者要搞清楚它的关系。可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需要啊。我想大家都有看过什么连续剧啊，看过武侠小说。请问你在看那个卡通片、连续剧、漫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查字典？有没有去看它的剧情是什么结构？没有啊，你就这样看下去，你自然就知道它在讲什么了啊。所以你去大量的阅读、大量的接触，不管是你的读中文或读英文呢，都是很重要的啊。那至于如果真的读不懂，我们就是要去追根究底，要去搞清楚它是怎么一回事。那这时候就是学者或者做研究的人或编书当编辑的责任，还要把这些疑难杂症去解决，来告诉我们。比如说，我举一个《诗经》的例子，像《诗经》的《卫风》里面有这样的一小段：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游蕲，齿如顾兮，群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啊，我举这个有两个用意，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以往在读，如果我们读中文系或者在中学课本出现这样一段，我们就死背。然后死记它的那个参考书上的那个白话的解释，然后考试考过了我们就算了。至于那个尤其长得什么样子，禽长得什么样子，什么叫柔荑，我们就不太关心，因为那个是考试不会考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的，我们如果现在，如果你在中学教书，在大学教书，或者你开出版社或者写书，你碰到《诗经》这样一段，你都需要把每一个现代人不懂的地方注解出来，那这样就创造了就业的机会。因为以往我们的《诗经》的注解，你会发现市面上有10种《诗经》的注解，但是你看起来都大同小异，每一本都引用朱熹的注解，引用谁的注解，一大堆都是抄来抄去，没有新鲜的意思。如果我们要做这个，第一个，我们有2种做法，比如说我介绍的这个贾福相的，他用白话文来翻译，是一个他的白话文跟以往的不一样，他是让你读起来像个现代诗的感觉。第二个，他用英文来翻译，因为他在那个美国、加拿大待了超过40几年，在学术上也有成就。然后他现在退休以后，他觉得把他那个童年很喜欢的这本《诗经》翻译出来，好像是一种嗜好也好，或者以前的一个年轻的时候一个梦想，把它实践出来。然后他自己是加拿大一个研究院的院长，然后他的副院长是一个加拿大有名的诗人，所以他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帮他论事，加上他自己的太太也是美国人所以他在翻译上可以加工，把这个英文翻到非常好。你要翻成那个 Chinglish 中式英文，人家也不想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这样的书，你重新翻成中文本，你也可以出另外一种版本，就创造一种市场跟销路。翻成英文本也创造一种销路。那这个他找书林出版以后，我们就把它又卖到北京大学，版权卖给北京大学，所以北京大学又出一个版本。然后我们这个书又在美国卖，所以让美国
国外的人也看到，所以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国际的市场。那以往我们在台湾呢，出版社出书只想到说卖给台湾的读者，所以我们如果你有这种国际观，或者你有这种外文的专业，你就知道说你如果把它翻成英文的话，你可以创造另外一种市场。还有《诗经》，可能大家知道市面上还有一本叫那个《诗经》中的植物，一个猫头鹰出版社出了一套书，叫《诗经》的植物图鉴、《楚辞植物图鉴》，还有《唐诗宋词植物图鉴》啊，这样4本书。那如果传统的《唐诗300首》，如果是台大或师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或文学院院长出的《唐诗300首》的注解，它的知名度比我们高，也许我们来出一本那个注解或者翻译，可能就比不上它。可是像猫头鹰这个出版社，它的《诗经》，它把它变成植物图鉴，然后引用《诗经》，引用《楚辞》，引用唐诗，就创造了新的市场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1+1不只是等于2，而是1+1的平方。所以他这一套书，所有中文系的人都买了，还有植物系的人也可能买，社会人士也可能买啊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市场还没有创造出来。比如说，我自己有中文的背景，有英文的背景，还有植物的背景。那如果我来出，就跟他们又不一样，我可能会加上英文的解说。所以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在学一些中国文学的典故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同时学英文啊，也可以同时学中国文学、学英文、学科学啊。底下我就举一个英国文学的例子。我们看到底下这个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一段啊。那我们都知道这是莎士比亚很有名的剧本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那蓝色字的这个部分啊，就是讲的一种植物啊。它前面讲到说以火攻火，以毒攻毒，然后那个以 plantain leaf 来医你的病。然后这个 Benvolio 就说，我 What I plantain leaf， 你说什么？医我什么病啊？他说医你的 broken shin。broken shin 字面上指的是说你的那个小腿这个地方破掉了，破皮啊。其实是一种影射，影射说你得了风流病。因为在古代，在西方也好，在中国古代也好，都认为说车前草是治性病、治淋病的药，所以他这个也是来影射说你得了性病，所以你应该去吃那个车前草。所以底下他就说 Why Romeo are thou mad？ 这是那个比较古老的英文，就是 Are you mad？ 就是说你疯了是不是？你神经病啊！就是说，因为你开他的玩笑说你得了风流病。那像这样的一段如果读西洋文学，莎士比亚的教授他读到这个地方，我保证他大概看不懂。因为他不知道这什么来龙去脉，所以他只能照字面。所以学生、读者看起来都觉得莫名其妙，说怎么一回事？到底说为什么突然间提到车前草？为什么突然间提到说你腿破了？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讲腿破了就要生气，说你发疯了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其实就是我刚刚这样的解释比较合理。所以
我们有这样的知识，投入这样的阅读里面，我如果来研究莎士比亚，我当然比不上那些莎士比亚的学者那么有名，他们有很多杰出的，我只是读一两本，但是因为我有这些植物学的知识，我就可以注入一些心血、新的观点，